再来看中国配偶宣传武统的言论，和移民署取消居留权。法务部长陈明谦今仔日立法院就表示讲，政治上的言论若是鼓吹战争依照宪法的规定，袂当认定做言论自由。也毋过什么行为算是鼓吹战争？部长讲目前是无明确定义，会过来讨论。约会安下小鼻运气等人，因为宣扬中共武统，和移民署遣返取消伫台湾居留权，引起在野党质疑。国家介入特定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。西九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对这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。有关于这些仇视性的一个言论哈，那这部分其实有相关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规定。那我想，这个我们还是会兼顾言论自由的保障跟公共利益的一个维护。既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，那我们就应该把一些规定讲清楚，让人民能够有所适从。陆配基第管家最近有真济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，陆配所收到移民署通知，限期3个月内交付送实原籍的证明，若无会面临撤销定期许可，甚至直接除户。所以移民署甲陆委会强调，用法条例自2004年修正施行就已经明定。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，这么大动作执法太过凊彩。那这20年来啊，有没有任何一件被你们注销的？有因为检举不注销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没有缴交被注销的，有676人，676个。是，那你现在还有1万多个，你怎么办？你说依法行政，可是你实际上把人全部都卡在原地，那你当事人怎么办？其实我们陆委会跟移民署最近都接到很多的陈情电话啊，那有些的说他没有办法回去拿的理由，我们听起来是比较相对合理。但是有些其实并不是那么合理啊，所以这些陈情的理由五花八门，所以最后我们会跟移民署一起会商。都要引起陆配惊吓，陆委会表示，对有实际困难个案会提供必要的协助。移民署也已经设服务专线甲电子信箱，提供定情着案处理，强调兼顾执行妥当性甲人道的需求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